行紅徑同埋行慈徑嘅女人，主要個分別喺性格上邊嚇。有一個40歲生得好靚女嘅女網友過嚟諮詢鳩師傅，佢話：我而家身高有1.7米，外形顏值有700分咁上下，自己開公司1年都揾到成百萬，但係而家係離異狀態，跟住下一段婚姻呢，想要揾一個男嘉賓，目標就好明確嘅，心水好清嘅，就係要揾一個有一定財富量級嘅大哥，揾一個有實力嘅男人，可以接受對方個年齡大啲，50零歲啊，50幾60歲都可以。而家要點樣規劃未來呢？咁樣過嚟問鳩師傅，我一聽我就覺得呢個諗法有啲唔現實啊！即係你聽起身覺得冇問題，佢40歲。年入百萬，生得好靚女大美女，跟住要揾一個60歲嘅有錢老坑，聽起身覺得冇問題，但係喺現實生活中往往係行唔通嘅。主要係咩問題呢？主要係你個性格。我好了解你呢一類咁嘅事業女性女強人，你哋個性格有問題，即係喺搞男人嘅問題上邊，你個性格係唔得嘅。往往你呢一類靠自己揾到錢嘅女人，往往係比較串嘅，往往性格係好直好剛強嘅，同你個年齡無關。你就算離異帶娃都唔怕，你50歲都唔怕。但係你個性格係冇嗰啲專門行慈徑嘅女人咁溫柔，冇咁體貼嘅，你係冇咁柔軟嘅。你去睇下真係行慈徑路線嘅女人，係嬌滴滴嘅，好柔軟嘅，好軟熟嘅，係將所有時間圍住個男人轉嘅。男人話乜就乜嘅，係往往做事業嘅女人都係好串咯，反正好直咯嚇。一旦個男人有啲乜嘢唔合理嘅訴求，你就本能反應就覺得啊，憑乜嘢咁樣？你係唔會就住個男人嘅。但係我同你講，但凡係個男人係有實力嘅，佢要揾嘅另一半啊，都係揾一個服侍自己嘅，等自己氹到自己每日好開心、好舒服，每日都如沐春風。佢係想要一種咁嘅感覺。所以你如果係行慈徑嘅話，你由紅徑轉慈徑，你要去學下真係行慈徑嘅女人，佢係點樣講嘢嘅，佢個表情係點樣嘅，佢一旦遇到乜嘢狀況，佢當下第一反應係乜嘢？你真係去同嗰啲有實力嘅男人去相處去接觸，一旦有啲乜嘢嗌霎啊，你去觀察下自己，你會發現你身上你個性格係好硬嘅，有時係會有對抗情緒嘅。你就會發現你同嗰啲行慈徑嘅女人係有本質嘅分別。如果你而家自己有公司1年都揾成百萬，你諗住轉慈徑嘅話，我係建議你喺自己嘅業務上，喺自己生意上邊去落手，去認識咗一個男嘉賓，叫佢喺業務上去幫你手，等你個業務有好大嘅增長，要好過你諗住去伸手問佢攞錢同佢行婚戀，因為往往嗰啲有錢老坑啊，佢都係揾一啲小女人，佢係諗住揾一啲好傳統嘅小女人，揾一個完全服侍佢嘅小女人。而你明顯做唔到啦，你自己有公司嘅，你係獨立女性嚟嘅，你係要轉 channel 啊，要轉頻道啊。你轉頻道嘅話，你係會覺得好唔舒服、好唔適應嘅，因為你過去咁多年你自己去做事業，你以前係睇唔起嗰啲行慈徑嘅女人嘅，你覺得啊，要去賣萌、要去詐嬌、要去討好男人。你覺得嗰啲女人係好傻閪嘅，但係男人就係中意呢一款，佢就係中意捧住自己嘅女人。你要搞男人行慈徑嘅話，你就係要做嘅時候苦啲嚇，就係要討好男人、氹男人開心。如果你有具體嘅有合適嘅男嘉賓嘅話，都可以過嚟同鳩師傅做1對1嘅諮詢嚇。